你们，让你们受到这样伤害，对不起。目屎干目钱出面来回息的，讲无甲后生查某囝保护学好。林志明以80万交保了后，开记者会拍出亲情牌。真的想对家人说声对不起。对手的目标就是打击妈妈，恳请司法尽速完成调查，还给寺庙清白。毋过，各界上关心的涉嫌贪污，伊无加做说明，干那讲相信司法，讲一切拢是对手的目的。林志明开记者会，除了向支持者发话，嘛无袂记得甲对手算一个。人天天待在高级的会馆里，成天的饮宴招待，瞧事情不用勤跑基层。不用倾听民意，寺庙始终坚持简单做人，清白做事。伫记者会拍出亲民路线，呼人谣言，强调家己真清白。许多铺天盖地且细腻的操作手法，延伸各种污蔑，不是事实的舆论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绝对没有以公来换私的情形。林志明讲，最近真伤害宜兰人的感情，不过对大家真关心的案情，伊拢无讲到，到底谁是黑的，谁是白的，大家拢等来看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